不急，喝完这杯酒啊，姐姐再慢慢跟你聊。干杯！大师兄，朱哥哥，风妹，你没事吧？没。这酒你喝了没？他已经喝了，你来晚了。他已经喝下了我为他准备的美酒。看来你全都知道了。是，我已经知道了，但是我还是不敢相信，除非你亲口告诉我。朱哥哥，本来义父让我不要说破的，但既然你已经对他下手了，那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环佩，我们这次在滇都的行动可以说是九死一生。吴三桂在我们明珠谷安插了奸细，而这奸细就是六师傅，还有倾城。徐姐姐，朱哥哥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是你拿走了铜匣，上交给吴三桂了是吗？不错。那你今天邀我过来赏月喝酒，是为了除掉我，对吗？王爷要我杀你，我不得不这么做，所以我在酒里下了毒。把解药交出来！这是王爷秘制的绝命丹，没有解药。朱哥哥，不要！把解药交出来！我说过，这是绝命丹，没有解药。你心爱的女人注定要死在你的面前，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杀了我，替她报仇。薛姐姐，如果一欢有什么意外的话，不会放过你。能死在你手上，是我最美好的结局。大师兄，小师妹，祝你们幸福。薛姐姐，薛姐姐，大师兄，这个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，虽然晚了几天，这也是我的一片心意。里面有一封信，一看就都明白了。